阮尔。惠敏小姐，虽然讲这几下来讲，也毋过阮三更爱爬起来吼，担水啦、起火啦，啊5更就爱将这载机断煮甲熟了。是啦，小姐，我是遐位小五的啦，这个是担水的小六的啦，迄个是警察的。好啦，阮大小姐敢咧问恁遮的信？我是咧问讲，火头棍敢若有恁这几个人尔信？惠敏小姐，馒头吼，你人算来咧切吼，大概早就切熟了。迄滚水哦，差不多滚啦，尾差不多熟去啊啦。小姐，这厨房哦，无人照顾是袂用的啦。小姐大概有啥物代志要？哎呀，好，拢转去啦。过时了，大家来转了。金莲啊，安怎？死心啊！大嫂，你已经知影哦？我听女婢去甲我讲，讲你明明遐个尾头棍，无见煮饭煮熟的时阵，就爱来书房见你。我敢会毋知影什物代志？安怎？你想要掠摕包甲后挑原哦？迄个尾头棍对无？我注意这个人是注意足久，是讲我哪拢无看到这个人，所以我想真无。我毋只叫大家拢来遮互我问，我想讲若用安尼，看下要搁走去倒位比。我一个戆小姑。查某囡仔，如果年岁夭少，当然你袂考虑遐济啊。哦，若是嫁出去，就会想较济。阿嫂，你昨暗时拢想啥物？你敢有想到阮大哥甲汉丽花？你若要搁遐尼作业，我特要来甲宝宝讲，你甲阮阿兄的婚事。莫啦，大嫂，等下摆莫搁讲啊。你了解我，好无？金莲啊，也当我互你叫阿嫂叫这么久啊，还是换你当时才要做我的阿嫂哈？我无想要互你叫我阿嫂，我想要永远叫你阿嫂。嘿，英，我问你，你是元帅的大舅对无？嘿啊，伊嘛阮大舅，也意思你会袂使对无？我嘛伊袂使呢。嘿，你袂使拄袂使，大舅拄大舅，安尼你去甲伊叫，伊较歹势受。哦，无咯，唔对咯，落骹气啊！你煞袂记的？恁老爸甲平辽王都是东条的大神，对无？对。恁就是世交啊，世交对。恁的感情就敢若亲像亲兄弟，对无？所以你比阮较亲嘛，应该你去甲伊叫，伊较袂生气。无咯，会晓教。你较大方，面较大个，你去甲伊叫，
较好势。无咯，倒较鬼啊！你都要注意想哦，咱后日大军都要去征西安呢。啊，怎么二路元帅到这阵还阁唔起床，通好去训练三军将士？迄若去互老王爷公知影吼，伊是会受气，所以你都爱紧去甲伊叫。我等咧。啊，安怎？咱人因昨才成亲啊尔，我歹势去甲伊叫，你较唔知影通见笑，你去好啦。嘿，我嘛是甲你同款，我会歹势呢。哦，你有哪会歹势哦？喏，啊，咱两个拢会歹势。拢嘛歹势。唉，啊无规气安尼啦，咱会顺啦。属鼠的人都袂用个歹势，爱去甲伊叫。用出了。嗯，好好好，啊你要出声啊？迄袂用去讲的啦。你甲我偷看哦？无偷看，袂使人偷看啊！无偷看，无偷看。来来，一、两，你输，你哪做无共款？哪会用去共款的？你输你袂用去见笑，你袂用去歹势。你好我的，我来到你来叫，你无老实起来起来。好。从今以后吼，我也无想要搁再去甲人做媒人啊啦哈，就算讲我吼安尼高价鸟气，多管闲事啦。哼，无啊，哎呦，真别讲啊，讲啊，嘿，老大人啊，遐歹性地，无你是咧甲啥人受气？啥物咧甲啥人受气哈？咱是一番的好意哦，哈，也反倒转吼安尼。互我一个老面安尼险险啊无地囥啦！哎呦！听爸讲啊，豆豆讲啦，莫安尼气甲一直喘啦。啊，你安尼气甲安尼哦，讲规大摊，我拢听无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哎呦，这个世间真少有的啦哈！但我自少年甲人做媒人做到这当今，倒一对毋是安尼？欢欢喜喜、恩恩爱爱，安尼生到一阵这大阵啊！啊，我安尼年月食到七八十啊吼，啊，今仔日再来这闹开吼，啊，我唔讲啊，罢了，我愈讲愈受气，我袂使搁讲，我再搁讲我会搁受气。无，这要讲啊，莫气啦，莫气啦，迄个直两规步啦，一车拢无出一个原因来，到底你是伫咧受气什么人？四顶山讲哦，哈，昨暗啊，又搁再甲寒梨花休离了。地厝的休梨花、杨欢，真是有甲你定亲过啊！宝宝，父孙，这件代志完全拢是杨欢伊的计谋。媳妇听我对天发誓，你将详细讲出来，不容也好为你做主。
就是要来阻止丽花甲丁山因的缘分，这实在也太过long大。宝宝啊，忧患不是来，汪东城独家出自苏波洞，阻止丽花未出嫁，免做大军。不错，杨环一定受了苏波洞的指使，可恨铁生这丁山，伊竟然不分협力，就将伊休离，我绝对无饶的。现实，你免伤心，本龙会为你做主，我会叫这铁生来甲你找不是。我毋该下不是，我无毋对，为啥我就去甲下不是咧？是富帅叫我来叫你去的啊！好地叫我也是共款啊！丁山啊，恁富帅的话你就唔听？我毋是毋听，韩丽花伊冷言善道，富帅一定是听到伊花言巧语欺骗的。顶一摆是你误会丽花，一摆你这摆无共款，顶一摆是我误会韩丽花太因老爸，伊一再对我伫咧解说冤枉。这一摆伊亲到我相认的，讲伊真是甲伊杨环定过亲，将军啊！此事的先动啊，三年门不知真假，迄个冤啊文。今早我有真房去关门，口头只有三着对分。夫人既然哦，做之前就该对我说分明啊！有冤的情马下私心，叫我的金兄啊，怎会做咱杨环伊的机心啊，忽然发现，分明是铁线，恁的好的伊嘛言，目中的款图无受骗，空军的切无心的参骗。你免搁再甲我考劝，我情愿死啊，我都唔愿做一个盗窃之名。你老万岁啊！你老万岁啊！老王爷讲来啊呢？万岁啊！你都爱较小心嘞哦。迄老王爷吼，安尼气甲喙角喷嘞喷嘞，一个面啊气顺顺哦。丁山，紧来去，才袂了后顶受气啊！对，我唔去就是唔去，你拢阿吹。是讲你着爱。落脚鬼啊！我看吼，咱若是有巧就量差选啦。人元帅也无叫咱来家救，咱家己来。只要若去互王爷公知影吼，伊一定会生气。伊偌歹性地咧，啊，同样歹性地气起吼就。叫你出去！
富水，丁山，你不应该休妻，有啥理由你知影？害你不知。第一，奉父母之命完婚拜堂，若是休妻，敢是等于毁了汉丽华一世人？第二，伊县官行动，乃是有功之人。第三，伊依好你的志向，那无你如何会当点兵平西呢？第四，丽华伊本领出众，老伊的相助，咱是不是会当早日平西，办事协调？所以为夫劝你赶紧甲丽华和好，咱的大军即日就得要西进了。富水，汉丽华已经投降，你应为国出力。后日若是会当办事协调，皇上自然会甲伊论功奉上。若是叫孩儿甲伊相亲为夫妻，我不能从命。你当真不听为夫的言语？富水，孩儿愿受罪，受富水你的责备，我就无咧做一个盗窃之命啊！你这个不忠不孝的畜生！来人啊！将这特使加紧吐露，永不见天日。好。元帅啊，你较委屈的吼，踮咧遮大几工啊？哦，这个所在确实有影真歹大，搁酸、搁臭、搁咸，迄个毒气冲天。这换做是我吼，我一工都无法度通忍受。靠腰啊！这是咧偌歹，凊彩嘛比恁的鸡盘山较好。哪有影？我鸡盘山遐尼水，至少嘛无这个臭毛毛。这至少嘛无迄个臭柴来。你是怎样？好了，拢我出去啊！冻袂掉，我紧出来。到底是安怎？上爱水，上冷冽，为什么你来遮过到规身躯乌索索的？人会来遮，我是满片富水富将，你来遮也毋是为着你。为我？大哥，我今日用肝喺拖落腹肚的腰，我专门为你准备遮来呢。你看。较讲也是阮这个夫小妹，也是兄妹较亲啦吼。什么嘛食袂落去啊？大哥，讲实在，我这个人一向是心肝上软，嘛上同情迄种落魄的人。我就无承认讲我落魄。哦，若安尼，你有承认你是互人放杀的人无？放杀？是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坦白甲你讲，汉丽华已经倒转去汉江关，伊要走的进前，有将火焰山迄个地势画一张图起来，嘛迄互咱富税啊。所以，咱清洗的大军明仔载透早，就要离开这个汉江口，越过火焰山去攻打碧波关。那安尼我呢？我拄则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？你是互人放杀的人啊！当然是敢若你一个人留伫这个汉江口，继续互人关点拖落来。